但市友善校园周第23日即天启动，市府来到土城高中，甲学校师生宣导远离毒品、反霸凌、反色情等，同时也因为现今科技愈来愈发达，防治所谓性别暴力，嘛是这次友善校园周的宣导重点之一。3、2、1，发射！不管是毒品，不管是霸凌，不管是其他的暴力，我想各位同学，听闻到的，在网络上看得到的，在 LINE 上大家传得到的，这个部分应该就是很鲜活的例子了。那所以很诚恳的谢谢各位老师还有我们教育部各位长官的费心的用心来跟同学来报告，来宣导这样的一个事情。教育局指出，会持续推动防治所谓性别暴力，透过有不是要考决、提醒囡仔自我保护以及求助的管道。在青少年的阶段里面呢，容易这个情绪冲动，那么就造成一些憾事，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这一个部分，来请老师呢能够特别常常提醒我们的同学，也请父母来关心我们的孩子，那么集体呢用所谓的关心、尊重那么包容，那么这样的心持续的提醒孩子。其实，在同学之间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相处机会。我们常常说，这个同学是一个最宝贵的资产。那么，透过在学习阶段结交好的朋友，不仅在课业上，那么能够获得协助，在这个心情上面，那么也能够相互的支持。我想，这才是一个友善校园蛮重要的一个所谓价值。市府表示，面对校园事件，应该不隐匿、不包庇、不拖延，有案就查，属实就罚。透过多元管道预防、依法处理，并持续追踪辅导，打造予学生安心的学习环境，共同营造友善校园，让每一个囡仔拢会当安心学习、健康成长。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